拢总回到我们小部分来，这是对。啊，所以呢，第一是合因公平的法，这是从道的一本的定性。那因为咱知影，圣人讲出来道理，拢都是道理。咱可能按照圣人道理，咱来依顺着圣人道理来给做一个评估。啊，照着小的道理，我想到，啊，照着这个镜头，我的话，不是这个镜头的话，因为一切的问题，拢总是一种方便的行业，一切问题拢总是一种方便之因，所以这点呢，咱今后特别要开始以前，我必须跟各位做一个这个表述，做一个交代。不是一定有简单的超时功能，如今的人不是安尼。不是讲什么极限的啦，只要有政治正面意见，因拢总会当管。因少因就这个方法有，所以今日咱金风经咱今日学做金风经，所以咱依着金风经的法，是要点样看到咱家己的自识，家己的自识，基本上来讲起来，这个本来就负责的物件，负责一切的物件。甲你讲起来，你无欠物件。那既然无欠物件，那安尼我说太个安那项物件？因为你无，你今日你毋是你有物件，你向无去，毋是向无去，你向袂失去，你向看着。因此，咱少着圣人，因为伊开启题目，这是我道理，甲咱做一甲咱做一个交代，依照伊个方法。要你看到家己迄个自己迄个角色，咱自己个情境发生。那安尼呢？咱自己个情境发生若发觉到一切物件，拢总你会记一句话：一切物件拢总是本身，一切物件拢总一样。因为安尼讲，因为你爱要爱一切物件，要爱是要爱你即个情境性。你即个亲情决心所起来了后，天下大地，从你中看了解，拢总是亲情。但是咱就无需要用这问题来因为要办好事情，所以这点咱来讲。对今日讲嘅，咱攞成你感冒照着感冒药食好，你身体就健康咯。既然你身体健康，所以你一切物件就要同物件。因为你讲，你唔健康，你食药物要差。迄药物你得继续吃，你变成安那？这叫生病。但是你发病的时阵，迄药物是对你的贡献是足重要的物件。因为讲，因为你有这药物来解决掉你的病毒，那安尼你永远就是健康的。所以这点重要这交代。那因后呢？因为咱讲到这个福利有区分啦因为咱进行咱袂记阮咱是老学生因为咱老学生这个伊听讲伊听啦我上课的时阵啦咱带材料，我材料的我动手讲一个中国语透过着这个经验来训练金风经的讲义毋知讲出来，咱老学生听有啦，所以为什么不讲？所以呢，因为咱因为讲这个能力这个福地有几分？是金风经走到24分来安尼讲起来，这个福甲地，这地叫做地位，这个福叫做福报，安尼讲起来，这个福报叫做世间法，这个这个天人法的内底来讲，伊毋是变去到所谓阿罗汉迄几分，伊毋是去到菩萨，伊毋是佛，伊毋是这个四种圣的意境，毋是这样讲。因为福就是落入六道，你六道啦，六道内底，天道、人道、阿修罗道、这个叫什么地下道，伊个二十
想讲，那以修法度来讲起来，因为六道万能来讲起来，因为你这个福，然后建立你的修得是安好。咱我想讲，既然咱佛道当时讲六道，第一道伊就讲报喜道，报喜道就是啥？报喜道就是这个开路，但是呢，因为地位道就是看路，哦，所以六道这两道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报喜道咱叫做福，但是因为咱的第一道叫做啥？第一道叫做报喜，第二道叫做持戒、忍辱、精进、上进、甲地位，这个六道。这个六道内底当中，咱知影六道万年，但是六道万年，咱佛道话伊第一道比较好笑，这个呢，这个报喜，报喜有啦，有财报喜，有法报喜，有武艺报喜。其他佛道因为伊开门见山，伊就第一个甲你下报喜道来头前，因为这不是无原因的，因为你今日要修菩萨道内底当中，咱是六道，咱是六劫。道心道劫来，咱做偌济业，咱做偌济罪，咱做偌济错，咱做偌济罪过错。那你今日你做这罪过错了后，你来到这个世间，你今日要修佛的菩萨道，菩萨道咁简单，你咧修绝对无好修，你咧修嘛反反复复，颠颠倒倒，为怎讲？因为你这个福报不足，所以佛道。伊就爱叫报喜，报喜伊第一个叫做哪？第一个叫做第一个叫做财喜，财喜就是这些物件，所以财喜，如果若六道内底财喜是一个足重要的物件，因为咱六业的完结，咱六业的完结，拢离过去做人各位，咱今即世食人的肉，客人的困，害人的命，杀人的，咱。他众生结果是恶业，咱讲是过去，咱讲业即是你的自作孽，所以咱今在世是消亡业，但是咱无业是法师，法师咱灵业来，所以咱我过去常讲，色业、色因所作诸恶业，拢从时代做无明贪嗔痴，咱就是无明，无明今日咱来作业，咱若地位咱就作业。所以咱读报喜道，咱就是起咱无明，所以叫做哪？叫做法报喜，用法来报喜，互咱的自性公布起来。第三叫做哪？叫做无畏心。无畏心就是从哪？因为咱是一世人来，咱是苦，咱的苦袂了，咱的人生过着真好过，咱人生过着是通门的。咱人生过着是做些代志，是什么原因？做简单的道理。咱过去一路来当中，咱有消业苦，要消业苦要用无畏心来消业苦。那因为咱知影无畏心、法心、甲财心这三心的贡献，是拢针对的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就是咱业业所带来无离开这三个问题。所以佛来讲，你第叫做报心，报心。因为伊就是负责这物件，你这物件有做，来当中一定要用哪上尾啊，迄个叫做哪地，无地位来看咯，无地位来看咯，迄是袂使。来讲，咱是安怎今日来到这世间报喜作者，咱嘛讲道理作者，咱嘛无事做作者，但是咱愈做越愈大，咱愈做愈无明，因为你的方法唔对，你的方面错误。所以你今日你是愈修，你愈会方便。所以咱就是讲，如果咧输到愈食啦，愈食咧原因就是哪？因为你做唔对嘛。你虽然讲修财心、法心、无心嘛，但是你好心做歹事嘛，所以你必须，因为你无地位人来带咯，无地位人来看咯，你用知识去修道嘛。知识去修道，咱修会成？知识去修道，绝对修会成。所以今日呢，福地无比分，这两分来讲起来，虽然讲这福甲地这无法度去比的物件，这毋是得用比的物件。因安怎比嘛，去到比，因为福是咧讲六道内底当中，非是咧讲
阿罗汉，你讲辟支佛，你讲菩萨，你讲佛，这四个因缘，你讲出世间法，跟人福就是咱本外生四个物件，啊地就是讲变变生四个物件，这两种一定无比的，无相像，所以这两种的意境无相像，但是你一定要了解。就咱我拄则讲的，来去福就是你讲，咱一定爱去积福，这个叫做布施。地一定讲智慧。非无智慧不敢错，咱今日去修道，咱会走不归路。所以咱头过去讲，世间业欲、精进、禅定，就是咱修道的功夫。你面对着你人生的过程内底当中，你要用这四种因缘，当然咱应啊，是讲着好，所以咱我是大约是照着讲，各位知影佛咧讲六道是讲是艺术，那这个福比无比，无法度用比，无比或者解释叫做无法比，这强调出来，这六道讲，这是让阮的囝，迄个教练太祖，伊甲咱分做32分，而得东西你金光经这个经典伊分做32分，再用出来，甲咱这个报告，因为这是一个东西。让阮第囝，伊是一个作好法，伊个智嘛足大，所以看到众生要读这部金刚经，确实是困难。因厝当中啊，伊当甲分做32分，互咱未来对佛法金刚经这部经典较方便人去学习。所以呢，伊当来用到这个24分这段叫做福智有比分，因为无法度比的。跟人讲起来，出世间法甲世间法这两种道不同，这是哪比？出世间法伊叫做无老的，而世间法叫做有老。伊叫做绝对的，出世间叫做绝对，而世间法叫做相对的物件。这点我咧甲你讲，应该听好。相对甲绝对这两种无相像，这无法度去比的物件。所以呢，伊叫做较量起好的而且咱我说明说明就是用着福报与智慧来比喻功德，都也是看但是咱一定看这份，咱一定来注意。到这个第24分内底当中，已经佛道已经用着到这份用着第6处，但是呢，我会把一处分出来咱听。伊用第6处来咧做较量法。所以对金刚经对第1分到第24分内底当中，伊用第6处来做较量法。所以呢，因为是安怎？每一处伊的较量完全当中无相像。你莫讲或者太一点，一而再再而三，拢一直咧较量这个物件，应该讲是变得好啊，太讲到这点，当然咱我早讲过，因为迄个程度无相像，咱讲到。这份就是进入了正道，所以咱信解言正，因进入了正。所以咱到23真正修这个，就是一经二信解行的社会。所以今日变为这段伊去用到这个福贵无比来做较量，这是已经进入伊咧讲正道，你讲已经行过啊。你伫这物件，完全是清清楚楚、明了了分明，你完全无去离开啦。所以佛道就用到这段话来做着正道伊的开门啦，它的开门，所以就用到这个福报与智慧来比喻功德而看因为福报无论你用什么物件来比喻啦它都比不上如是的智慧拢比不上如是的智慧的布施啦这个功德，咱早头谈讲着福报是一种自属的布施，自属伫世间自属，就是简单讲叫做一种意思。所以咱过去咱修学过来底当中，这个心的执着就厉害，所以佛道上讲叫咱远离颠倒、远离梦想、远离执着。颠倒梦想执着，拢叫咱远离这物件。所以，这
这个是上个大病，咱一定要知影。咱的心，若一执着，咱就已经无清净，所以你就已经离掉无上正定正到定义上去。所以修学科大乘法上强烈执着，这点你一定要了解。住宿的布施，你以住宿，你执着听所以你以住宿，你所得就是叫做有漏的福分，唔是叫做这个清净的福德所以呢，你不住宿，你的心就是清净清净。若是因为不住宿的布施，安尼这个功德无法度有可比的物件无法度无有物件会当去甲比。所以伫这个当中呢，咱讲到14分这是正果，咱好讲这个你讲正盖正见，甲正果的这一年伊经过这3一年所以叫正果，伊的心已经达到了了无明，完全安住在那。行诸者恶，如何得出入公法？因为伊的心袂去动了所以呢，因为伫迄个当中，伊正见攻击，就无法度来用去比啊。咱知影金刚经，如是我们一时不在孝道，依受别国道，伊等于全定728那时世尊失时，有一情况，入孝义大成其实，有机声中处的。我本自80意我写作去，故则而作。咱知影，到道理金刚经的这段话，完全连讲得出来的。咱一定来知。出入往返，行住坐卧，伊连讲得出来的。伊连安怎讲？伊来讲，经典的地方，一定是伊的纲领。无论是中庸天命之为先，实行之为修道之为道。这叫做讲大家记得在明明在前面，在记忆之前，在前面在记忆之前，这样叫做讲甚至金刚经里地方是叫做讲所以这个叫做讲讲就是讲这本经伊的条件，跟你讲但是佛陀因为伊离金刚经无讲到万岁，要是要安讲出这部经典的条件，如果佛陀那伊开嘴讲话，那安尼，因为伊所有的招请物件，伊咧知影，真理的物件，绝对的物件，毋是你用言语，所以佛陀咱利用咱色声香味触色就是色相，声就是音声，那安尼音声嘛是利用因的内底嘛是一个因的内底那安尼，迄个当时咧讲到伊的本体。已经离开本体已经走去，所以咧，常讲是为了讲到言语道断，心行处内，言故而得公心灵心起心动念，而得当所以为处这点，咱要知影，迄个出入往返，迄个行住坐卧，佛陀无讲法讲不的。而迄个时阵，咱知影《金刚经》的第5本就讲出来。迄叫做显言贴声会。显贴声会是甚物人呢？这当中咱们讲这像苏婆提，苏婆提伊有3名，叫做显言、显悲、空性啦，这3名。当然苏婆提是解放第一，咱哪能知影？迄个苏婆提在大众中集中自起，偏袒无关有情，就被合掌中因地评估人，求世尊如来先佛出菩萨。如来显无相诸菩萨，这段话，这段话是甚人拍出来？当然，离佛陀伫讲经说法的当中，要引导众生，因为离苏摩地伊的定力有够，伊才让你体验到佛陀，伊就是哪？伊就是不言，伊无用着语言，无用语言，用那个真如的说法。真如说法，智慧说法，是不是叫做真如？真如就是讲，伊用伊的清净心，伊用清净心，伊心无动一念，心无生一心，所以伊讲，佛说无听就讲嘛，
因为师傅在因为大众中集中着去一个地当中，伫迄个大众中听个偏袒有关，因为伊用嘅伊倒较贵咧，有关正较贵咧，读正宗嘅几年，伊有时阵伊两个讲，如来显华严诸菩萨，如来显护相诸菩萨，政府这样的，因为佛用三业清净来咧引导这众生。如来显华严诸菩萨，就是如来用伊的意念，意念叫做心这个心靠伊用意念，伊的心无生贪嗔痴，用如来显华严诸佛显华严，迄两种有分啊，有分伊的心，甲心清净，心就是三德言。心就是贪嗔痴，伊是言这两种的内当中，拢清净。到第二句讲，如来显护相诸菩萨，显护相就是伊口，就是伊有口角，咱的嘴有有四五角，有恶口流声方面语义，有这四五角。但是因为如来显华严诸菩萨，如来显护相诸菩萨，这两句话。有多含藏于十恶业的内底，因为伊较重要比较10业。咱讲片当中，如来因为行住坐卧，以身教胜于言教，来甲这点200多人为人做教育，所以伊无讲到讲，真人看到，师傅在看到，伊解空伊的人看到，所以伊当伊遐赞叹。第二分，伊当甲赞叹着释迦如来福德，因为伊用着三业清净来咧甲阮内时阵啊，带阮这边，这个众生这个诸菩萨显护显这诸菩萨显护相诸菩萨安尼啦但是迄个时阵，咱会知影后面这是啥个？这阵就又显了做显露里，阿廖分了三毛的是分了一分了好，先这是数学的，你问这个问题，我咧按住我这个先，你合我这个相信，这是数学的咧问分的一个问题。但是咱看重点不是咧讲数，咱看后边数的就是讲，现在数学的如你所说，如来显华严诸菩萨，如来显护相。我重点讲出，这句话头前迄句话是师傅在讲，如来显华严诸菩萨，如来显护相诸菩萨。这句话是啥人？是师傅在伊讲出来。但是后壁这句话是啥人讲出来？是佛陀亲自把师傅在甲印证。师傅在讲迄点，我如来是显华严诸菩萨，我如来是显护相诸菩萨。我用三业清净，用心业，用口业，心业清净，口业清净，我用意业清净，来带着恁这点特性，来带着恁这点特质，所以佛陀伫第二分伊就师傅在来证实你讲的对，现在，如你所说，师傅如你所说，我这个如来就是显华严诸菩萨。显护相诸菩萨，这个叫做呢，这个已经就是伊一个人修持达到非常的清净。伊出这方法，后边这后话咱好写出来。伊行诸者魔，伊出入往返，伊入去到孝威城，爱行一个5、6公里。伫孝威城，搁里内底拜言，搁行到伊的伊的精舍嘛爱5、6公里。而这个行去倒转来要15公里，你若一寡心安全袂好势，我行到腹肚，要枵死。我今日去化验，化验这个不够好食，起心动念，行到足疲劳，行到一个心无清净。那安尼当中呢，这拢毋是咱如来伊本身传互人迄个清净发生，毋是咧讲这个物件。所以以这个佛陀如来咧甲咱众生讲，就讲今日咱一定要用着迄个清净无量的迄个法性，
来今日来哪？来，这个初中模范，伊拢要受到力量，所以这大会你看正式，咱一定要修学分，一定要提出一个清净无量这个心，所以这个智慧到无法度人用什么物件替代，我就比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咱人叫力量的，所以咱本身一点圆满清净，这个角色，咱怎叫看到？所以咱必行众生，必行众生，那你才不断人人法。所以你修道就是要咱恢复咱本来，迄个伫福利无比的内底当中，甲你讲，你今日伫世间的内底当中修到一切，咱行事做我，咱修一切，咱的这个面对着一切，咱有哪有安住伫咱这个真心啦吼。所以伫这段当中呢，咱我甲介绍着福利无比的迄个智慧，迄个物件，介绍着佛陀当时，伊用到了伊的真如。发展，用到迄个金融发展来带众生，安尼就对了吼。叫做以身教胜于言教，来是跟人传来这点这个诸菩萨这个模式那因此到位呢，就是今日的部分啦吼，咱而且大家共同来读一遍吼。苏菩提，欲3000大千世界中。欲3000大千世界中，所有诸密山，如是定七宝珠，有人饲用布施，欲人依处八戒波密，乃至四无故故，受持托相。为他人说，无间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所譬如所不能及。当然，这部分咱看就知影吼，得用到足济的数据，数量足大的比如。受持托相处境，乃一所有点为他人说，的方面拢我同这个比较，所以开始看咱我哋用嘅，苏菩提用3000大千世界中所有殊弥三同，即段当然这个3000大千世界都是咱咧讲100亿个小世界。100亿个小世界每一个小世界有一个殊弥三王啦每一个小世界。那么这个3000大千世界就是100亿殊弥三王。这个殊弥三王伊不得，因为咱佛法去甲查伊佛经甲查伊的迄个经典来讲，84000个优顺那么84000个优顺一个殊弥山有84000个优顺，这个咱烦等下咱可以介绍什么叫优顺这是讲什么呢？就是咧讲，有一个人用到3000大千世界所有的殊弥山咱即摆先来讲3000大千世界佛经所说的3000大千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化这个佛经。那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这个印度叫做南瞻部洲啦是一个小化身份啦所以南瞻部洲有名叫做南菩提南菩提瞻部洲，此洲有主洲啦无名，无人世界叫做在南洲啦。这个意思就是讲，当然因为咱这个叫做南瞻部洲，因为南瞻部洲，伊是咱南瞻部洲呢，因为咱这个伊只有分做4个洲，有南瞻部洲，有北瞻，有西瞻，那有东瞻，所以有这个数
苏米山哦，苏米山就是中中，咱这是南江，那是北江，那是南江，那是西江，那是那是东江。啊，所以呢，因为伊四面都有叫做四天王，每一个所在有一个天王爷的把守啦，所以伊记载是安尼所以这个南江，咱这个世界进行在咱这属于南江部首啦。现在讲南江部首呢，伊搁较差伊的福建的经典讲，咱这个树较上讲究树啦，所以因为伊有够上大把咱这个世界，这边这个世界啊，叫做南江部首安尼啦所以南州是在苏米山的南方啦这个苏米山就是遮嘛，咱这边是南方嘛，这边南方嘛，这边的这边的北方嘛，这边西方，这边西方嘛这个叫做这个中，因为倒立天就是离这条苏米山的上顶所以四方叫做四天王的把守，咱讲咱若入去迄个历史佛教的历史拢有四天王嘛东方天王、南方天王、北方天王、西方天王东什么天王把守四方因为解释是安那今日南方兼海上的大守，即是南方天也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咱今年所处这个世界这叫做南江大守苏米山有四方大守我拄则讲的苏米山而且有四边有水的这个大守是内底啦到外一个3000大千世界，到外一个3000大千世界，咱是一个大化身佛，伊佛教上，伊讲一个3000大千世界，伫咧佛道咧讲叫做大化身佛啦所以伊土是以苏米山为中心，四面有四大部首，有一个太阳，有一个月亮合起来叫做小世界。咱这个地球有一个太阳，有一个月亮，这个叫做世界，对啦由佛经上来讲起来，这个世界是上介小的单位苏米山伫咱中国北花顶叫做妙德山由此当中呢，伊是这条山是由金银琉璃水晶这四种宝所成所以伊称为叫做庙自山不灵，伊所有的山无法度解比的物件所以称为叫做高。高有84000个由旬花有84000个由旬原84000个由旬而且恁台湾呢去甲查验点印度计算米数，每由旬有人讲叫做30米，有人讲叫做40米，有人讲叫做50米啦，有人讲叫做60米安尼啦，这个由旬有这4种的说法，但是伊搁讲一个但是，由40米由一旬之多啦，简单讲起来，以40米由一个由旬，安尼较简单讲。咱来讲起来，当中有84000个由旬乘以40，安尼对啦40米，安尼看，咱来算所以呢，咱为自山之王故叫做苗高这粒山这粒自山之王啦叫做这粒山上叫做苗高啦所以出山为一个世界的中心啦山形上下该大啦有这个中较小啦这个中呢，因为咱我想做一个四大天王，伊伫山腰的四面啦所谓四大天王，东方七国天王，南方金中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道文天王。所以咱若去到迄个佛教咱去到佛教，你有一个叫做四王天殿这个做四大护法神安尼就对啦道理天呢就是山顶，
所以咱有一个闹咧，咱有一个叫做33天有无？迄个天外天，迄个33天就叫做二天。哦，经典因为伊的迄个佛教经典记载，哦，咱有33天，迄个叫做二天，所以咱一定要了解吼。所以呢，山顶有7条的金山，7条的香水，香水海湾绕起来吼，在金山之外沿海啦吼，沿海之外有大天山啊，4大部洲，即是离沿海的四方啦。哦，当然，因为这是咱学校教育，因为伊的佛教，因为伊的迄个伊的迄个经典吼，有一个经典内底所记载，抄了吼，咱了解，因为伊这是互咱做个了解，因为基本上这个对咱的心性来讲有大，毋是一个讲心性的物件，这是咧讲一个状况，一个现象物件吼。所以呢，起来当中呢。小世界一千个叫做小仙世界，千就是讲千啊，有1000个小世界，就咱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啦有1000个，叫做小仙世界。再合小仙世界1000个啦，叫做中仙世界。咱这个小仙世界1000个叫中仙世界。那么再合于中仙世界1000个。叫做大千世界，叫做大千世界，为什么大千世界呢？上面咱加进3000位，所以这个因此呢，这是因为出大千世界有三个比数，小3000、中3000，大3000，有3个比数啦，我先叫做小3000，叫做3000，叫做3000大千世界，再加上3000，叫做3000大千。所以这个当中，伊用来算起来所以伊是用安尼咧算来了，咱建议伊这个数量是才要偌济，比如这个物件所以叫做较量，持之功德啦如是，而且讲有遮尔啊济物件，有遮尔啊济物件如是7宝珠啦，古人是用布施啦。迄个如是定7宝珠啦，7宝咱看下下如是就是解所以法智法智所以咱我早读有咧讲这个如是有3个因缘，第一个叫做法智，第二个叫做信顺，第三叫做显理，唔知咱爱记一个以前如是我们一时不在孝义想，迄个点咱好好讲起。一个叫做法智，法的知识，迄个法的知识叫做法智，叫如是法智。一个叫做信顺，信就是我完全相信，我相信佛陀所讲的话，我顺就顺佛陀所讲的道理去行，叫做信顺。第三就是显理，如就是讲实相法界，甲观察法界，信就是讲叫做文理法界，这个是如是。有这3个方面里面，但是如是定7宝珠，这段如是，这句话叫做法智，这句话就是显理性，这个法的知识讲，如是7宝珠，这个7宝珠就是讲7宝珠用布施，这物件做者较量，这个7宝甲珠聚起来了珠就叫做把它集聚把它集起来。就是堆起来的意思金银、琉璃、衣服、玛瑙、珊瑚、宝片、珍珠等7宝甲堆起来啦甲塔起这个像84000个优顺，遐尼啊大，如是须弥山王遐尼啊大安尼甲堆起来有人摕这个物件7宝珠去行布施用3000大千世界的7宝珠甲集起，这7宝就集起，这物件去布施安尼啦。不可能因为咱离佛经咧看，拢会后壁佛陀会当讲是讲所有的圣人伫佛道所有的言成道圣人，拢会加出来。但是到54分来，
即话伫金毛经内底已经迄个甲删了了，即话就有理内底吼。所以即也就是讲把即段话，这段文啊，怎啊去掉了吼。这是前面吼伊个问答中来讲吼，你要受持读诵，研究金毛经，就是爱知影一点吼，这个问题吼，下面用七宝珠是用布施福德，这个福德有够大文。哦，意思这个福德啊有大文，哦，福德以持经功德的教育啊有大文，过年咱同学后壁有用到《楞严经》的这部分来咧，吼咧甲印证着咱金刚经迄个清净、迄个功德、迄个力量。所以呢，因为虽然这段话伊是咧比较用福德甲智慧来比较，你福德搁偌济，搁福德搁偌济，嘛无法度啦，比你修持读诵。所以乃至顺利的为他人生功德，各位一个爱。如果咱今日读一段话，要讲一段话，金刚经一段话足简单的，但是这话你要用到持经功德，乃至顺利为他人说，这个就爱讲到对哪？讲到对你的自心，你有安讲，但是你的自心的意境有遐清净无？咱有好遐清净。如果我今日啊讲一堆，我怎么讲的？但是因为我所做出来乱七八糟，啊，你别讲，你讲迄我就大家用到迄个3000代先世界七个人做比喻。所以呢，伊讲的是讲达到正果，因为正果的就是迄个人修得定，哦，迄个人修得迄个是意境，无论迄个人所讲的叫做。如是理，如是言，如是世界，不是哪想？但一定啊，迄个一定。伊所讲的，但是伊心的一点，但是每一句讲的时候，每一句讲的道理，让伊的心不了掉。但是伊我都感到，和德讲的，出入广泛，行事作恶，一心他无一心。你若我讲显露你家己迄个清净本心，那安尼当中呢，你这智慧。走出来了后，用到金刚经的一部话去度化众生，你一般顶世间所有的福报无对什么哦，应该是用安尼做解释。所以呢，如是变七宝珠哦，所以这样讲的吼，咱华夫这样讲的吼，哦，应该你不能讲的，就是讲后壁来加七段话，但是这段话这么不考虑吼，修持读诵就是研究金刚经，哦，这点哦，这个甲送列过去吼。下面就是以七宝珠啦吼，福德以持经功德的教育吼，啊，所以呢，咱同学用这段话来讲讲到咱的福报啊，智慧做一个比喻吼。所以经文这个灵量经就是多话你讲，叫做纠正一项，这个纠正一项就是讲，你有一种你形成一个观想的内容，你纠正就是讲你做了很黑暗，简就是讲很些前世的意思见性，你的精神做大，但是你的智慧、你的观想观念发泄回来，你叫一个观想的，你叫一个七情，那安尼当中呢，纠正你的对论。无间地界，因为我们真如不修自性，因为你的真如修，迄个自性修得了，你叫这个纠正来亲近你，虽然结成妄想，既成妄想，妄想三啊不停，胡思乱想，贪名贪利，为名利逼迫，就受不起了生死轮回吼。所以这当中呢，纠正一项，以下地界。即办嘅好，人生，你想得到人生，爱唔知爱咱经过偌济经历啦。只是你得到人生啦吼，只是你得到人生啦吼，嘛是遍地下陷，盲牙、阴牙吼，五官不全啦，五官不转啦，
请是第名啦，四吼，四后啦吼，爱对面恶道啦，在恶道又受到一段时间的苦，所以咧，你一定要了解，你佛道，你迄个经验来讲吼，即个究竟一想吼，如果若来去，咱讲有一种的观想的力量，你有迄个纠结的底线啦吼，安尼你就是讲力量足大，但是比情理想，迄个想观想的力量已经大个，吼，因为你的佛性来讲比一想的较大，所以需要你会对着有无目睭的特性啦吼，只是因为经的底通记载，但是七情三相呢，就是因为你对于在地营造特性啦吼，因为那个你的观想的来讲，渐渐你的一生来渐渐大起来吼，欲情四相，即个危险的动物，欲情四相吼，但是五情五相呢，已经就是你的迄个观察力量，你的智慧，你的不知力，生吼，所以呢，因为今日咱虽然精神足重，情绪足重，但是呢，因为咱会当得到人生，会当得到人生，人的幸福啦、人生啦，但确实边地下见，边地就是按你边地下见，所以咱即摆看到伊索比亚啦、索马利亚啦，我看到迄个咱台湾，拢去到索马利亚、伊索比亚，迄个边地地带那个救援啦，有咱有跟人食啦，拍伫迄个拍伫土海食土啦，囡仔变饿死，迄看可能差不多伫迄个边地的下线所以呢，事情欲想，即是相貌长不错事情欲想，迄个想就是迄个观想，简单讲，你的地理嘛生出来，所以今日咱而家会当坐即个所在啦咱今日拢伫事情欲想的顶方。伊来讲，虽然你想法简单，大了想嘛拢袂歹，尤其到咧三情七相的富贵有钱啊。伊来讲呢，咱来讲台湾这个土地，会当出现台湾这个土地，足济，咱越南的小姐想要嫁台湾，足济菲律宾的小姐嘛想要嫁台湾，足济国外的小姐想要嫁台湾。你看台湾是台湾嘛你到台湾变成红来先岛，你看台湾，迄个外籍新娘，咱即摆台湾有一个叫做新生人，新的人新来台湾生活的人对所以你看完这，所以咱袂当伫台湾这个土地，咱伫富贵有钱，咱即使讲无足侪钱，伫咱的生活上来贡献，尤其咱今日阁有越南稳定，只若要甲贡献这种超越一万里所以咱若对照者，咱就对咱家己感受着讲，我一世人会当来做人，甚至我一世人佫会当来得到佛法，会当得到伊一贯道内底当得到生活，这个真传，可能相当的无简单三情七相，两情八相呢，就较高级是人道种种比较啦所以呢，就来讲像这级别的这款的伊的这个智慧就比较高伊的这个福报，伊福分足大所以一情九相，经法传就是讲会当九情一相，就是生命天道起天性，究竟无解脱中道论所以一情九相，伊内底当中呢，随时讲伊会当得到气天，你想讲这个北港妈祖啦、公羊啦、上帝阿公啦，咱妈祖婆啦，咱什么气天神伊一款就成这个，因为伊伫这个世间有做正服务，所以伊出世了后，就去证明伊的这个服务，所以咱伫迄个咱伫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
迄个呢，色界天呢，咱伫迄个欲界天的内底当中，有哪有迄个个欲，即个个欲显天，哦，有咱的迄个个宝术天啦，吼，迄个个即个叫你看就知影，你天天就知影吼。啊，所以虽然离这欲界天的内底这六天，虽然因的福报拢袂歹，但是因毕竟咱要解脱。 点人来了解吼，所以这拢差不多属于迄个意境、迄个境界，所以你知影今日咱得到胜利精神，互咱的地位会当超越，会当接受到三宝相法，所以咱的力量造成，所以咱的自信的光明造成上，就是咱何拄则讲的上，就是就是一个观想艺术，好，也就是观想，咱的观想的力量无够。 咱的自信中无方面，也就是咱无法度迄个理想，随着自己坚实的无名的业力伊咧转轮吼，加上了世上的如此个梦想愈来愈本愈痛苦越愈做不到所以用我们在修行领数。 咱会当转恶啊为方面，也是观想的力量一直起来。所以咱我过去常咧讲，思想法界、观照法界、文字法界，迄个观照法界，就是咱的自性中的观照的力量也好强。咱的自性中无法度害开，或者解释讲，你即个恶分你过袂开。 你学文人过会开，有人用把这学文过会开，你会当把你的无名过会开，安尼地位天天，一定就能有千年，一定连万年。你的观想力量起来了后，那你叫做转识成功啦所以咱话拄则讲，迄个叫做对即个一情高尚还是到即个优秀一情。 所以咱伫迄个命运内底当中，对迄个十个阶梯内底当中，必定每一层的因缘的命运拢总有相像。所以你咱今日学法，咱今日学道理，互咱的自信，互咱的智慧，会当产生迄种的力量，会当来转识成智，互咱真正会当摆开着咱日劫的黑暗，日劫的污名。所以唯有就是唯有就是佛法。 所以用言艺术或者而明，乃至数一定是修持作相为他人说。这点呢，伊就是咧讲啦用言就是讲假使确实有人会当修持这部或者而明经修持全部的经文，甚至伊经文经的一段话伊后壁讲乃至数一定，你能修持伊。 学上语文，会当替人解说。这段话，咱这因为经文经头前一定讲个做变，简单讲者，修语文，修领导如心，叫做意念不忘受领导于心，学意念不忘你今日伫你的心的内底当中有真理。 有真理，或者伫遐，伫迄个真理里内底光明，使乎你的自信中袂去看伫遐黑暗，所以若安尼当中呢，佫会当为他人说，是讲起个古代话，为他人说。咱一贯都是讲道理，遮尔啊济，班遮尔啊济，讲书遮尔啊济，咱袂够上，咱看着。 拢看到迄法师啦，什么法王座啦，讲到迄个鬼个讲，所以一般点真正要去讲，真正咧讲回来人，咧讲道理人有代志。伊咧讲，因为迄拢有叫做法师、法师，法师就是法，伊会当讲。所以呢，足侪人拢惊咧挑所以咱要做法。一般的地主就是安尼，咱个地主会当每一个人拢会当来。 不管是来当学习，来当研究，伊是来讲一句话啦讲拍一个，小拍一届啦较互你学三
意思讲你有实在去经验，你咱就地位较歹。好，要么咱叫你的地位，即阵在新阳山有一个迄个民间班，王经理是负责公班，咱有你的负责台语班。王经理从遮较等一下，我唔是较同上课，我考袂当去出班。今年叫电话讲，大我刚去到王经理负责中央的迄个公语班。去中央，我伫头到尾啊，拢毋捌我是要来讲中央。哦，我甲即个用咱家像咧讲中央，我电话要是咧讲中央，所以去甲坐讲坐，我叫电话，伊就叫电话，我叫去讲，无，人来讲嘛无免咱听你来说，哦，伊就那个人一字零字、零字、20字、20字、100字、1000字。哦，当然这个就是因为咱一定不断面对着这个工作，不断去学习，安尼毋知咱激发着咱发这个基础。所以咱我来讲，这个物件一般的技术，就是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学习，拢会当来研究。哦，或者或者这是咧讲圆满的智慧。意思就讲圆满的智慧，清净无厌。这个咱这个心无起着妄想执着。咱的心当然遍一切处，从面讲遍了解，如用佛陀这种的大智慧去讲这个其中的一段话啦吼。所以受持，这当中受持第一吼，受咱我比较标准，领导无心。经中的义理，咱的妙义啊，咱用清净法界合力来关照着内心的世界，使你内心的世界光明清净无染，其永远保持清净，一念不忘。这个意持，这个清净发心，安尼呢，互相用着意念清净，这个清净发心啊，来互相。这部金刚经，这个清净发心的佛上佛陀所讲的一部金刚经，为什么呢？因为金刚经是佛陀的智慧，金刚经也就是佛陀的下意，所以呢，金刚经呢，咱伫这20分的12分的内底，同咱好处的啦吼，这段话是咱金刚经的第12分来秀出啦。有处说无地，虽说是经。乃至所有顶当地所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大应等等，如本差别。所以福处求处啦吼，说无地不讲，说无地讲，虽说是经，作定乃至所有顶当地所处一切世间阿修罗大应等等。你看这部经典，这部经典的功用，这部经典的这个正能量嘛，你讲好，咱早早我通讲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该应的重用，如何他伊无讲着落几道，无讲着七圣道，无讲着地狱道，伊无讲着这什么地狱的，唔可能咱互学早讲的，甚至讲佛陀看这三恶道人无去。毋是佛陀看这三恶道人落去，因为这三恶道人，因为伊要来供养这部经典，其实伊能怎讲？伊无。第一个问题，因为伊受业受刑，伊受业受刑，伊犯规地人个特殊的违规的违心的罪恶。你讲要来受持读诵这部经典，敢有可能？如来是违法代行者算，违法对行者算的。恁人来叫为了领有迄个笔啊，走去迄个庙寺讲为了庙寺，迄个求求三宝啦，笔啊走去迄个庙寺的头前，为遐咧听经说的，因嘛是来领
年较深，伊嘛是知影有要谈。你要看迄大枪，咱袂去听有关哦。所以因虽然是足心道着轨道，但是因若要上帝传，伊嘛知讲今日迄是错误的物件，但是因要得到，因要得到这大想法，因才好。所以有道理，有佛经，伊就无讲着道理，就确实较对着该应用的无头。伊讲阿罗汉，一切天人阿修罗呢。无讲着确实的轨道，即段讲出来所以呢，为他人说，这是基本的条件。菩萨因为伊上求福德好众生，所以呢，菩萨一定爱讲道理互众生听，因为这是一个原则。他来当成菩萨，阿罗汉伊有这个原则，所以因为伊一定修行办法所以菩萨为他人说，不可以接待莫定事项，一接莫定事项，所以金刚经伫这前三分咱话过去上咧第二分，所以告诉我哋用菩萨我上因上精神上修下上，该会菩萨。所以不得伊对这对这菩萨来讲，虽然你是菩萨，但是因为你所发的内当中袂当执定莫定事项，所以呢，因为你这菩萨，你说法你还是爱言论自如去说法，所以金刚经伊咱第七分当讲着啦所以讲，如来说法，该不可说，该不可说，该不可说，违法。所以讲，一切天性还以无法而有差别。这是金刚经第七分，咱学学有开法咧，讲这差不多来讲，今日你比这个菩萨，比这个佛，你说法内底当中呢，一切都变得无莫定事项，定事项，这拢总完全不可使。所以是七，所以基本上最后是话呢，无间无定，百无不必，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都不能定。这是讲无间无定，咱今日若会当受持着金刚经，会当受持读上经，乃至顺得归他人说，头前遐用3000大千世界七宝。遐尼啊，侪遐尼啊万劫七宝，拢无法度改变，无法度甲受持读上，乃至事故而得与他人说的这个人，会讲较多。伊虽然遐侪无切，但是遐侪无切，无法度甲这个咱受持读上处境这个人比较多。所以咱看，社会感受啥物件？这个社会，描示讲咧，报喜啊，做啥物物件，做啥物件，进这个社会，以表上来讲起来，以表上来讲咧，咱台湾进驻者做了相当，但是咧做这件代志好唔好？我来讲好。这个福有比分嘛？伊这个好唔好？好，是足好。因为咱讲，因为主者伊若是修这个福。做这个因为伊世界，因为伊要求这个大困难，但是你会记一句个，但是少着福咧开路，少着开咧看路，但是少着福，你袂出这步事。但是咱今日讲法，当然啦，众生是众生嘛，你达到，因为你地位、你道理若无有，即关也是即，你即关也是即，所以呢，因为今日只不过是少着福，要人爬去，唔是少着福，而遐家己怎人了解？所以这点当中，咱一定要了解。因为咱讲福就是咧开路，但是慧就是咧看路。就像咱开始就讲嘅所以你做偌济福，你等于若无遐，你等于若无遐，伊来讲无钱福给百分不给你。千百万亿分，乃至算数，只会算一个物件啦拢对袂着，拢对袂着啥人？受持读上处境，乃至数理得为他人说这个人，咱今日学大乘法，然后呢，
这边这贴人食会着，这贴人食会着，较咱食无去。真正这个难办，这个难办啦吼，你一世人无别个理解上，无别过成功，无别个理解上，我毋是叫咱人去做好，毋是安尼讲，我是讲甲你去幸福，去行布施哦，甲你同一种哦，我是安尼甲你讲。我讲，房间你讲我袂使的时阵啊，你布施，安我就惨啊。我是无安尼讲哦，因为早有输入落去来哦，会当比落去做事，对不对？你是去幸福，但是我叫你无这种，因为那个福报做愈大，你布施做愈大，但是我毋这种，一定要消灭这个变变。但是布施一定要记为了。你毋能好心做歹事，布施钱向掠你去赚。我来拜无讲吼，也是惨，你随便问题啊，吼，这还有地吼，手指同样福德，哦，比三天在这世界属于啥人？七宝珠啦吼，比如啦吼，所有福德800000亿分，拢比如上比袂上着迄个修持读书，哦，这个为人解说金刚经啦吼，因为伊所无量的福德成分啊，乃至算数会当送的部分啊，拢赶不上了吼，修持读书为他人说金刚经，这个对了吼。为什么呢？因为七宝珠只是人天，哦，只是人天有劳报，总有一日会享受真嘅吼。但是你的修持读书，哦，读书为他人说的金刚经啦吼，乃至金刚经的一段话，书记，书记，咱好早就讲着吼，书记毋是死板板的，就一时变化就伊，人家如果是理解这样，是很简单。而且因为凡夫往往如人如往有这个应种习惯，因为伊金刚经内底书记，毋是咧讲这个，伊这个书记就是讲金刚经内底一部分，哦，伊叫做幻气，哦，这点咱会了解吼。伊这是对印度的翻过来，因为金刚经的第8分就发现书记。啊，若要真正像咱中国书版版的书记是22分甲32分啊，我较袂使。安尼是安尼，因为当时伊代表着讲书记斗袂起，所以这点人若要甲你讲这个问题，一定爱讲是这个书记就是金刚经其中的一部分，哦，安尼啦，因为你斗起吼，所以呢，为无为福这个无为无劳的福德，这个是成佛的因啊吼，这是无穷无尽的继续根本。人天的福报，哦，所以他有法度受持或者迄个果报来相比，当然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吼。伊是当中呢，消人解力啊，一定讲到这吼。所以呢，我早早就来讲着，不离金刚经的内底，人对第8分就开始讲，以3000世界七宝来比较，无有对面的受持读书出经的福报。第8分就讲嘅，吼，书佛里面中有人受持读书出经，乃至属于对他人说，哦，以这福报与到了第2册当中呢，金刚经的第11分为性分，比行而刷所3000世界七宝，是用布施，哦，伊福报比较大啦，吼。第3处伊的较量就是。如法受持，以行而刷所的生命布施啊！哦，迄个福德也无有受持读书为他人说的金刚经福报较济啊！哦，第4处就是第15分，持经讲经分，每日有3分，初2分，中2分，后2分，布施行而刷所的生命，对下知啊，下道较用啊！哦，所以呢。行好刷所的生命啊，用生命，即个是用生命啊，吼。行好刷所的生命，哦，下知啊，下道用啊，这3点吼，的生命布施啊，吼。有哪是对面受持读书出经啊？生命是咱人的这个法体，伊结束就无去了。但是因为伊这种法体，拢是有老的啦，吼。那第5
伊就是咧讲零小减就分，得用于当时，因为咧，比如即个迄个比较，用伊当时伊收因的即个位啊来该用心思无方便，即个福建啊，我未赶不上受死这种时期啦用公平的福建啦现在即马就是以2分这个非常出，以24分第2分，所以呢，只用3000来这世界内所有数理三项7宝啦无再讲相关来这世界7宝啦遐尔个侪无死啦所以伊用着这6种的迄个的教育班，对顶悬一直来教练咱用生命来做教练，生命来做教练。所以要甲讲起，生命一个是一概念，伊用着生命的早2分、中2分、后2分来施布施，不急于受其独上出领乃至所有的他人说的讲较多。伊这用安尼做比喻啦甚至呢，咱到后边一段，咱就看到，伊用着3000来这世界，顶悬，你看到无？顶悬伊的比如那上数量大，数据比较大包括第6个比如第6段比如它的数据好像有少下来，用3000来这世界的7宝主数理3项7宝主来布施啊所以比着3000来的形而刷数的心灵布施，那比起来，那是天量有回收，所以咱有当时看到这段，你若有足认真咧甲看，你会感觉我得到一直少年到最后来，说什么本来愈少年愈大，不对少年未来再必少。这段就是讲一本书就是安尼讲啦这本书有讲得很久的啦发心究竟有里边如是以心显发然这本书呢就是讲你讲平定有差别如果你如发心如是，究竟的结果因果相应是无差别的平定一体的这个因缘就是讲发心究竟。发心甲究竟，这叫做二心啦。发心甲究竟心，发心就开始嘛这个发心就开始嘛，发心嘛，这是究竟嘛，究竟心嘛。所以咱发心究竟无二别，因为这两项心，这发心甲究竟心这两项心如是二心，这两心显发来，这个显发来这显发人，这个除了理性显发人，咱知影，咱今日发阿弥陀什么的心，你唔是简单法但是你已经发起你已经发起看有人，就顶方咱就发想你，这只车要开大吧，这只车你若发袂起来，你根本无法去大把叫做救命嘛，台北嘛。跟这个台南嘛，你这车你才发袂开，你跟他去到台北，你今日发菩提心，你菩提心发袂开，你要安怎证菩提好？安怎条意思？所以伊的意思讲，用着好情，伊的证个大来，比如，伊个心叫大呀，免得大来，免得大，因为到证过来嘛，咱就得用较大，所以不得到尾伊用着用着3000、4000的世界七宝用伫遐来做比喻，所以今日有一本书有咧讲这个物件，讲咱今日到24分内，你开始进到所以因为伊得用着3000来个世界，比如乃至属于的为他人说，伊总共是用6种来做一个因果救性比较。所以呢，咱若看到这段，应该讲安解释者，咱就无感觉疑惑的我心起来，无必要用较大来做事。
了决心，这是一个因啦吼。这个菩提，道修行是一个因啊。菩提修行这个因，又怎么能结成佛果？你若无菩提这个因，若无这个因来证这个因，啊，这个若无这个缘，所以因，啊，你要变做性结果。所以菩提因，这个经济，你甲点落去，这个经济能发现，哦，这个经济能发，这个经济从四年内底，这个经济方面，伊若发现这道菩提果，多大？这个道理吼，所以呢，而且咱那个讲吼，发心究竟无二变，而且当中这个发心究竟无二变，发心究竟无二变啊吼，两个拢同一个心啊吼，如是二心，这个如是叫做反应，如是二心先发啦，这个发啦吼，所以这点咱爱去看的吼。最初发心是最难的，因为初发心比较难发，既然发起来，咱的攻击就多了吼，所以呢，愈比的攻击就愈大了吼，所以咱的精力咱可以看到一点清净信心，一点清净信心，这个金光经的内容，我叫做稀有。唔是叫做能静心心分啊，那个能静业中啊，静心疑问啊，这段达到静心啊，静啊吼，静心有水，静心稀有啊，静心静心稀有分啊，静心啊。静心是。那个精神，这个精神到一定有量，袂使完全是相信，就是你相信内底袂使过复杂的来内底，无认一点虚，这个叫做虚小有，要有这个叫做虚小有，要达到这个物件，所以呢，一定清晰，这个清净的信心是多么不容易起来，一个变成生出来，就是无困难了，所以咱已经觉悟到这个解悟以后就是修行，真简单啦，是因为我想讲的，咱做成也是姊妹，但什么行都对，伊行得错对，伊行得无啥样，但是你若能开到好行啊，因为伊有感受，免甲对伊就来，先伊已经有信心啊。我想要讲新娘迄个引进啊，较早咱互你小爬山坐去爬厝，迄个公园遐我爬山尔，叫惊着。以后你若去朝我爬山你顺定，你家己去好啦。即摆咱头家己咧爬人山路，家己爬到伊家己咧走啊，所以伊昨就家己去啊，今日咱哪我？伊咧感觉，真正你爬山走过过好了，走过体来变。迄个人讲精气神，迄个气起来了后，白变无伊拄着变嘛是真寒，伊嘛心脏，伊是讲心脏病，袂使爬山，心脏病毋是袂使爬山，心脏病爱训练即个心脏，因为即个心脏爬过头，你上过了过头就看即个山，但是你训练即个心脏，训练到因为伊家己即马本来伫家人山，伫迄个土坡架啊，爬去到迄个顶板爱平4、5度，即马伊一家讲平个，一家走平到。所以伊即马毋免咱我阿少啊，讲伊咧招咧麻烦，甚至咧单脚伊咧袂打扫，我可能意思在听。就是今日你发现，你有感受着啦，你有感受到，你毋免我甲你叫，你就会。所以咱要鼓励这个本身的发现，真正就是别的问题，就是他有兴趣，他有感受。
就是讲迄个味你要去食着，他要感受得到，所以这个感受就在那，叫做进入。以后就要修行了。有感悟，敢是我唔敢是我要行。哦，别说是昨天问的，然别出名片的，然后别一别，像我好去变，别说要那有咩三头无赖，是吧？他变变吼，他变变不能输。哦，所以呢，咱过去咱台湾人感冒，拢是有点些，咱感冒拢来，早工啊，食咩饭？烧啊，这个感冒，如我想太多，它的免疫力就起，免疫力就起啊，所以这当中的这个讲哦，咱已经解悟啊，就很容易，这就是已经开悟了。你以后要修行，就是因为你顺水顺风，你用水了嘛，哦，你不需要再，不要再用力啊，传出来，这个纯的属于个。咱一个人修到，就参照这个准会开始行，所以开始行就是哪？就是风煞啊，第二水就是较，哦，水安尼流，啊，咱的准就是咱这样行，啊，后边风煞，往温逆水行舟，我们就是顺水推舟，就是安尼。啊，咱解悟就是顺水推舟嘛，咱用解悟啊嘛，是不是安尼？是安尼，是安尼修，是安尼学的，因为我修学的袂歹。哦，因为我人生不平，会当自身不公平啊，我地位会当不起来，所以叫做水也顺，啊风也顺，你所那你用力撑这个船哈，船就不容易再前进哈，所以这个功德弯来就是这个地方哈，你这里的细分来对当中呢，你这个教育功德分当然，到这里说来哈，应该要形成的。这个做些总结什么哈？开门了后开悟以后的休息，人顺流了哈，这种严定的功德但是因缘不断的哈，就是引稳变前这个不得这个问也是过来人的哈，少着面对细分这条正义者、虚伪者、如义者、不公义者、无义理者，所以呢，你当然一直尽心尽力了也一定了解听清楚，了解众生的需要，你今日要得到了无上正人，要得到解脱，你一定要相信佛德，佛德绝对无骗你。那安尼当中呢，你若真正行出一条，你今仔日要行，因为佛德就是写出来。你要相信佛得这个出来，那安尼咱人生来到这个世界，咱才有变啊。伊来讲，因为咱人生来到这个，咱的地位，咱已经无问题，咱的方向已经无问题，咱往哪个方向，咱往哪个目标。所以既然咱唔知方向，唔知目标，大象难行，是得见性，那做为难讲。是得见性，大象意识来是得见性。所以佛陀今天讲死得变相，来人生，咱行出一条，咱应该安尼行。这是因为今日这个24分内底这个好听离婚啦做做解说。不过因为这段重点伊咧甲咱证实，咱今日得到无上的智慧，无上智慧，你证到无上智慧，比你世间任何什么物件，咱讲任何什么物件，无对象物件会比较宝贵，会比较伟大，会较超过，咱讲明这个物件对象，这个物件是干，是干，所以呢，伊为什么咱拢看法这大清朝做行政院长，足伟大。这专门的做总统足伟大。咱刚刚看天面了对，咱毋通家己有一个清净发心，这个是足伟大。这个伟大就是这个足伟大是讲伊的地位。其实咱好想讲出来，家己在思考看法，别人
做啊种种，别人做啊行政院长，别人做啊哪行业，甲只关到每日的影响。你是毋是已经家己内观内想？我今日免怎想是我家己，免安怎做是我家己。哦，这才是因来去跟人类个比较。而世界人安怎回体政策，甲你个电脑使用？我希望讲今日咱一般历史内底当中，确实对咱心性稍作伤害一下。哦，所以这是一个事实啊！吼，一切经典无离开三道四法，拢总伫咧言行处理。哦，这点应该大家哪里研究？哦，三道心法吼，也不是很陌生的吼。当然，它肯定这个细分啊，这个部分包括这个所在，比如说高分化。所以这当中呢，故意前言，哦，这个如何能哦，这个分享，这个发展间分享，这个好几部分的这个相关的内涵，它方法，能够来做一个分享，好吧？来，乾坤发现两位先来说。还给调来去，你讲，我把细节。有啲啊，我見聽人睇嗰啊，但我想講學師講啊，愛寫一樣嘅我講啊，哎呀，講嘅啲嘅三千大千世界話機會，係其他巴嘅有關係啊，所以啊，關係嚟講，印度人嘅計算單位吼，人嘅三千大千世界是講嘅是10個3次方，括號3次方啊。3000嘛，1000嘛，3000嘛，按分也是10个3次方，括号3次方。那既然刚刚那个应该是9次方嘛，那9次方交构应该是这边的，那这边是一个小世界啊，它每一个太阳系的一个小世界，那个太阳系的哦，这个微传的，我其实是足悬的，必须嘛，那有三分钟悬的，咱拍唔掉哦。啊，顶悬那是迄个德语天啊，33天啊，过去仰望天啊，过去倒数多天啊，过去哦，有画天啊，有变化天的，有这个汤啊，主宰天。画老天去，个有汤啊，主宰天。迄无好事，迄第六天应该上悬，迄第六天天主吼。啊，这日管吼，因为这条管应该，还是这写哩这边爱管写哩是这边啊，这还无确定，还是知影讲伊这山腰的部分要有资源吼。啊，这下康那有400多斤啊吼。其实哦，东成州啊吼。西如何州啦吼，北济州啦吼，北泸州啦吼，南江浦州啦吼，南山埔州，啊那四大天龙天吼，四大天龙啊修炼，四大天龙天嘛吼，那往前中东，东方七国、北方九西方广国个吼，啊咱中国最高的就是啥物？千里眼啊。啊，顺龙力的哈，比较相似的哈，他天龙看多了哈，四大天龙会看多，啊，前一个顺龙力就跟我一起甚至妈做法，伊爱好分哈，啊，四大天龙天呢是算伊个山腰的哈，啊，咱去里个人保了啊，有里天的算第2嘛哈，第3的阳嘛，第4的人，猫咪的做出个高顺的天嘛哈，高顺的是教的艺术的哦，啊，伊个是周边的吼，啊，去咱个有啥物画露天啊，个去吼，他嘛主宰天的吼，哦，咱若想研究这个讲10几个吼，是安怎来经济咱写百亿呢？
伊大安照讲，就迄个你问题出问题啊！照讲有对毋是？我问对的，你答。有对因迄个时代，照因个算术来算来讲是对的呢。迄个时代对的，啊，毋过咱即个时代无共款的。咱即个时代是爱查验，咱即个时代是安怎爱查验呢？因为古早印度人因个计算的单位无共款。那是我遮个记录起来因为咱即咱了后咧学的时阵拢有讲即个三度空间的标示尔一个标示尔不一定即可啦伊即个做单位叫1000倍，即个咱这个做单位，那个1000倍3次用3解3次方的那个用大3解即比例毋对啦，1000是总共足大个啦。咱甲想象讲立体感用大1000倍你咧做单位，用大1000倍去做单位，去用大1000倍迄虚空足大个所以讲即个佛教的教法，出来3000、4000世界足大个好，即摆来解决这个问题啦11个。这个波印度人波大印度人的计算单位的这是有点的。波大印度人这个计算方面，讲到这，好来，咱的学的是个10百千。咱分别咱日后是教育，咱学的算术是不是？20、百、千，来万来人印度人是安怎？伊无用万呢，无用万你安怎算呢？没有万，那怎么算下去啊？他们是10千、100千。